心开始，你会使甲主祈祷，求伊清起咱的心，互咱会看见上帝。来到主的面前，要条件伊，咱就将咱的苦难、咱的重担放落伫伊的脚前，求主来看顾咱的艰难。主，阮来到你的面前，阮愿意活动追求你，求你互阮看见你的怜悯慈爱，互阮看见你甲阮同在同行。感谢你赦免我的罪，阮愿意搁一摆将家己献上做活祭，互你来使用。愿这的服侍，诚做芳芳的祭，到伫你遐。互你欢喜，也愿你感答阮的所献。愿感谢你听阮的祈祷，祈祷奉主耶稣的名。阿门。现在平安，欢喜甲你做伙来敬拜咱的主上帝。也请你甲你坐伫你边仔的兄弟安尼讲：平安，上帝听你。平安，上帝听你。咱用信用个别来开始咱今仔日的敬拜，请你着尽心尽性尽意听主你的上帝，这个界是大的，也是头一个。第二个也三亲像是讲，你着听受伊亲像家己。这两条界是全律法甲真理的总源头。我用心来介绍互你，就是你着三听，亲像我捌听你，你也着安尼三听。你若三听，这人要对安尼知，你是我的心。专心仰望耶和华的，伫伊所行一切的代志，拢认定伊的，伊就要引带伊头前的路。咱要来吟这首诗，愿咱用感恩的心、感谢的心来吟，因为主，当咱活动找主的时，都要找着，也要看见伊的慈爱、怜悯，甲咱相对相行。烦恼在门外排队。清晨，我尚未醒来，烦恼已在门外排队。黑夜，我想要安歇，苦闷人在窗边徘徊。年少，我热切追求你。终日盼望展翅高飞，天哪，我回忆一生的光荣，寂寞无助流下眼泪。哦，亲爱主耶稣，当我转念向你，看见你怜悯我慈爱永相随。哦，亲爱主耶稣，我永远顺服你，感谢你赦免我的罪。清晨，我尚未醒来，烦恼在门外排队。黑夜，我想要安歇，苦闷人在窗边徘徊。边上，我热切追寻，终日盼望展翅
哦，亲爱主耶稣，当我转向你，看见你怜悯我慈爱永相随。哦，亲爱主耶稣，我永远顺服你，感谢你赦免我的罪。再一次跟神说，我愿意转面向你。耶稣，当我转面向你，看见你怜悯我慈爱永相随。哦，亲爱主耶稣，我永远顺服你，感谢你赦免我的罪。再一次来宣告，哦，亲爱主耶稣，当我转面向你，看见你怜悯我慈爱永相随。哦，亲爱主耶稣，我永远顺服你，感谢你赦免我的罪。哦，亲爱主耶稣，我永远顺服你，感谢你赦免我的罪，感谢你赦免我的罪。感谢主，你连阮的头毛拢一支一支算过。阮虽然烦恼，阮虽然忧愁，总是这拢袂互阮的日子搁较加添。阮感谢你，阮活面活转来找求你的时，你就互阮拄着，你就互阮找着。感谢你来到阮的身躯边，互阮会当享受你所享受的平安喜乐。搁较感谢你拭去阮忧伤的目屎，将阮悲伤的目屎收伫你的皮囊内底。阮相信人生的苦难的确会过，你听见阮恳求的声，阮要来就近你，阮较无你的话，你甲阮伫地，甲阮同行。主帮助阮，坚固阮的心，互阮伫你所享受的每一日，拢有你的平安福气。感谢你听阮的祈祷，祈祷奉主耶稣的名，阿门。主说：“你当大大开口，我就要大大充满。”主讲：“你就大大开嘴，我就要充满你。”在你没有难成的事，你主无难成的事。可以跨越困难，信心的祷告，神都听见，大声的宣告，勇敢向前。最爱中的信心，可以将大山挪开，相信神的应许，可以跨越困难，信心的祷告，神都听见，大声的宣告，勇敢向前，大声宣告，在你没有难成的事，软弱和有力中，你不曾放弃我，你的应许无论要多少，在基督里都是阿门。下起你咱做伙来吟。劫财中的信心，可以将大山挪开，相信神的应许，可以跨越困难，信心的祷告，神都听见，大声的宣告，勇敢向前，大声宣告，在你没有
信心来迎。芥菜种的信心可以将大山挪开，相信神的应许可以跨越困难，星星跌掉的神都听见，大声的宣告，勇敢向前，大声宣告，在你没有难成的事，软弱和有力中，你不曾放弃我，你的应许不论有多少，在基督里都是阿门。再一次来宣告，在你没有你可以举起你的手来。难成的事，软弱和有力中，你不曾放弃我，你的应许不论有多少，在基督里都是阿门。再一次宣告，在你没有难成的事，软弱和有力中，你不曾放弃我，你的应许不论有多少，在基督里都是阿门。在基督里都是阿门，再一次宣告，在基督里都是阿门。咱将阳光归予咱的主上帝，请坐。佮确信，当咱软弱软正时无困难的时，主会要用伊大权的手来引带咱。因为伊安尼讲，恁若有挂菜经济的信心，芥菜种子的信心，大山就要刷开，道路就要铺白。咱相信祈祷做的代志，咱的手无会做，所以咱用祈祷来到主的面前，咱用祈祷的心来吟这首，我用祈祷来到你面前，相信主通过咱的祈祷，要摇动伊的手，伊要后悔，降在伫这土地。我用祈祷来到你面前，我要追求你，我要踮伫我口所在，你让我要追求你，每一个我祈祷，我
将你的代志交托伫主的面前。伊看过咱的软弱，伊看过咱的困苦，伊看过咱所有的一切。毋免客气来甲伊的面前，因为伊听咱祈祷的声，因为伊甲咱讲：你毋免惊，我甲你伫地，你毋免惊。我用祈祷来到你面前，我要追求你，我要踮伫半空所在，你要我要追求你，每一天我祈祷。我有道你的手，祈祷耶稣，我手袂当做，每一天我祈祷，大山要散开，路要想白，雨放高贵你。再一摆来祈祷。每一天我祈祷，我有当你的手，祈祷耶稣，我手袂当做，每一天我祈禱，大山要散開，路要想白，雨放高貴。再一摆来困求，每一摆我祈祷。每一天我祈禱，我有當你的手，祈禱耶穌，我手袂當做，每一天我祈禱，大山要散開，路要想白，雨放高貴你。我放高貴你。主你知，阮是软弱跟软食的，阮无开力的时，你要用你大权能的手来引带阮。阮一个一摆好搭伫你的面前，安尼来恳求，你听阮的祈祷，你帮助阮，甲阮同行。阮相信人生的苦难的确会过，阮即个细细搁真侪山的国家，细细搁真侪山的所在，愿你来听阮困求的声，帮助即个土地所拄着大自然的灾害，帮助阮的政府搁较有智慧、聪明来做，来帮助阮能力无够的所在，阮人类能力无够的所在，阮相信上帝你的大权能的手要来引带，来带领阮即个所在，愿阮即个所在所踮的即个土地，是你所欢喜的，是你所想事的，搁较愿意你的旨意行伫即个土地，亲像伫天里。愿你的圣神引带带领保守阮今仔日的讲台，好无事所讲你的话，正做阮的帮站，荣耀你的名，搁利益伫人，讲的听的拢得到造就。主，感谢你听阮的祈祷，祈祷奉主耶稣的名。阿门。请继续为着公道的代志来祈祷。你会使为着台湾人民震动即所在来祈祷，为身体欠安的兄弟祈祷，为教会捐款的代志来祈祷。你所知影的，来举起咱的手，来堵住那个破口，因为祈祷做的代志，上帝要做的代志。咱的手会袂做，咱只有通过祈祷来求伊，来帮助，来成就，请。
感谢你带咱的教会组织好使，求你引起阮每一个人的少年的画面，互咱会当满心去做转变，以及着咱的细囝、咱的青少年、青年、长辈，甲咱济关怀的事工，伫教会济需要的所在，以及着软弱，甲咱济兄姐，咱要做伙来关怀带导，搁较济来明白真理。阮伫遮嘛为着阮的百姓来祈祷，互因济的生活会当紧来恢复正常。阮伫遮祈祷，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来求。阿门。这是咱要来启应，启应文第59篇。你若用嘴宣认耶稣是主，信上帝有互伊对死人中活活，就会必定救。因为人心信就得了称义。圣经有安尼记载。犹太人甲外邦人拢无差别，因为有共称义上帝是万民的主，伊要丰丰富富赐福，互咱所有求救伊的人。因为所有求救主的名的人，拢会得救。毋过因拢无信伊，哪会求救伊？拢无听着，哪会信伊？拢无人传，哪会听着？拢无车牌，哪会传？照圣经所记载，传报福音的人，因的骹业偌尼啊水。毋是所有人拢顺探即个福音。以赛亚讲：主啊，什么人信阮所传的信息呢？所以信是对听，听是听基督的话。毋过我问，因检会真正拢捌听着？拢明白。因的话传到天边海角，是安尼记载。因的声音传遍全地。因的话传到天边海角。这是咱要来唱新圣诗538首。我心大欢喜，主踮身边，吟全首，咱请起立。我
邀请献歌队来献诗。今日诗歌是伫这荣耀的日子阿乐上帝。只是要来看消息报告。为着教会要开始来投入着关怀社区，
诚做信仰友善的即个群体社区的工课嘛需要接到咱的分享故事甲建立着生命关系的结连，为着顺利带出即个福音的信息福音即个协进会要伫10月23号拜四会知影会9点到12点，地点伫南河教会永康区的永兴路427号即项仪容40号，当日有即个中昼顿来为着咱的备办嘛请伫即个10月16号进前即报名会当下杂志即个陶木群牧师要将伊的故事伫即个用即个心理学的角度来分享伫咱即个社区要安怎来讲故事的一个小撇步啦嘛邀请若有意思的咱遮的兄弟会当来了解要安怎来即个开始咱即个福音的即个对社区的即个对话嘛请兄弟同工会当做伙来报名请伫1楼的招待桌来填写姓名嘛本会即个吴牧师会当来报名本会社区的音乐班要伫11月份来展开全部是6节课，第7节课呢是圣诞主日的成果发表啦邀请咱厝内有即个中班还是讲小六即个即细囝咱会当做伙来参加嘛将即个相关的即个报名的即个即个资料咱会当伫招待桌来看嘛请继续为着花莲光复乡的即个堰塞湖的即个洪水即个灾害即个互咱济的即个百姓有即个有过身的，也有即个受伤的因的厝若是歹去的，也是讲一寡生命财产即个受到损害的本奖嘛提供着合法的即个捐款的即个管道请继续来为着政府地方甲修复的即个工课来关心大岛下面伫即个有即个户名甲账号啦会当来希望兄弟姊妹来参考即是我要来念今仔日的金句。我当时是甲恁讲，路福无较大伊的主人，况且无较大伊的你既然知遮的事，若去行伊就好去。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仆人不能大于主人，差人也不能大于差他的人。你们既知道这事，若是去行，就有福了。约翰福音13章16到17节。是我要来念今仔日的圣经上伫以西结书33章30至32节。上主讲：恁主你的同胞伫城墙边，伫厝门口谈论你，因互相讲来讲去来讲来咱来听看上主会讲啥物。因规定
做伙来，亲像要来组织，坐伫你的面前。假若是我的子民，因听是听，毋过无去行，因的嘴拢咧讲强调听，毋过因的心咧想不义的财。伫因的心目中，你不过是声饮水、熬唱情歌，搁会晓弹琴的歌手。你的话，因咧听，只是听，迄时阵拢无去做。这是咱要来邀请文博宝庆同学来念华语圣经。大家好，今天我要读的经文是以西结书33章30到32节。人子啊，你们本国的子民，在墙垣旁边，在房屋门口谈论你弟兄对弟兄彼此说来吧，听听有什么话从耶和华而出，他们来到你这里，如同民来聚会，坐在你面前，是我的名。他们听你的话，却不去行，因为他们的口多显爱情心，却追随财力。他们看你如善与众乐声音优雅之人所唱的雅歌，他们听你的话却不行，看所说的快要因为显了，他们就知道在他们中间要有了限制。谢谢谢谢文博宝庆下关。乔恩来上来，乔恩你也上来，你还要带弟弟上来，对。好，牧师这时要请咱做伙来为这个细囝祝福祈祷，咱嘛特别来为着真慧的儿子大安老师志勋今日嘛来到咱中间，咱拍鼓欢迎伊。今仔咧做兵今仔咧做兵，顶摆咱中一档嘛去甲因兜做一个祝贺礼拜嘛真欢喜，今日来到咱中间，本身伫
去咧食头路吼，所以本身佫有一个小弟吼，张志勋吼，咱嘛为伊来祝福祈祷。今日咱甲有新朋友，佫有新朋友无？无吼，好，安尼咱继续为着咱的细囝，为着咱的教会，嘛为着咱本身即个华人吼，的遮个代志吼，我想全体国家拢咧做转变吼，我相信上帝听咱到安尼，咱嘛着伫主的面头前求上帝赏赐，互咱的国家的领导者有智慧。咱这会当心来祈祷，小朋友，我们接下来要祷告，所以你们要记得要用敬虔的心，因为这边有直播，全世界的人都在看，我们做祷告是跟上帝的关系，所以一定要敬虔的生命，好不好？所以你们一定要认真祷告。好，我们一起把眼睛闭上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感谢你赏赐互阮，会当通过祈祷，甲主你做结连的关系。阮知影，这个细囝是遐尼单纯，因的心只有用你的话来亲自来帮助因。阮恳求上帝，当阮为着这个细囝来祝福祈祷的时，主阮相信上帝你的话语、你的圣神也要陪伴因，伫因大汉长大的过程的内底，拢有上帝你所赏赐的平安。若互因有平安，嘛互因有教育的智慧甲气力。伫头前的道路，需要上帝你的话语，真做因的帮助，常常提醒因，互因知影上帝是遐尼真，遐尼搁活的生命伫因的内底，互因会晓友好父母，互因学习伫成长学习的道路顶面，有耶稣基督真做因的帮助。当因拄着困难，会晓用祈祷来向上帝超找智慧甲气力。愿上帝你嘛帮助阮，伫今日阮真欢喜，志勋伫做兵的中间，伫休假的中间，也结束伫伊做兵的这段时间的时，恳求上帝你继续来为伊安排头前的道路，为伊来开道路，互伊头前无论工作甲生活的内底，就常常掠耶稣基督做伊生命的头，互伊知影伊的生命就爱为主来活。阮相信伫一生的道路，无论伊所从事的工作，也拢会当荣耀主你的名。愿上帝你真做阮的帮助，甲阮正兄弟姊妹三甲弟弟，互阮的一生过着敬虔、敬畏主的生活，来得主你的欢喜。阮搁一摆伫你的面前献上阮的感谢，恳求祈祷，靠主耶稣的名来求，阿门。好，上帝，恁弟弟我甲等下好。感谢主，上帝互咱的生命就是爱伫不断通过祈祷，会当甲上帝结连的关系，互咱若得到气力，嘛互咱更较知影咱头前的道路要安怎来行。但是伫咱的生命中间牧师要问咱一个问题咱有用过 GPS 导航系统？有吧我会记得有一摆我出外的时阵结果牧师娘坐我边我用这个导航这个导航小姐甲我讲前方300公尺请右转。讲的中间我拄仔咧看边太太咧讲话讲甲安怎，袂记得爱活啦结果袂记得爱活的时阵这导航小姐佫真温柔嘛做有耐心去甲你讲啥，重新规划路线，对吧？伫迄中间我就笑笑但是其实我心内足生气我讲你也拄无甲我讲着注意看。伫个过程的中间，我感觉这个导航小姐比阮太太佫较温柔，伊袂甲我骂啦，佫会帮我改路线。我感觉足有意思最后我甲牧师娘讲毋是牧师娘回我一句话啦，伊甲我讲你若佫无要听伊就无要插你啦。我嘛咧想讲这真有意思今日咱这个主题叫做啥？听道就安那行道啦。咱伫主的面头前上帝话哪亲像这导航的声音共款你甲咱常常咧听啦。但是咱嘛感觉安怎？真有道理但是咧，听入去安怎？咱的生命却无要安怎？却无要转弯。所以久啊了，咱的良心就安怎麻痹啊？咱安怎方向嘛行偏去煞去反正拢行到这个地步
哦，就继续安那听到我嘛无想要去行。所以兄弟姊妹，我认为，那亲像咱咧开车，咱的生命那亲像咧开车，咱开耳孔，但是咱无要安怎，将咱的生命即个hand道路做一个灯饰。所以兄弟姊妹，今日的圣经节真有意思。今日圣经节，咱照着即个新眼讲的即个圣经的进度吼，今仔日是以西结书第33章内底的话语。33章内底第30节到32节讲，人主啊，你的百姓伫厝边，伫厝门口谈论你。兄弟对兄弟三甲讲：来啊，来听，听看耶和华的话是咧讲什么？因来到你遮，这个你什么人啊？唔是哦，以西结啦，来到你遮，亲像啥？百姓来聚会，坐伫你面前，亲像是我的百姓。因听你的话，也无去行，因为因的嘴显出侪侪亲爱，总是心是安怎色情啊？哦，这巴克利的翻译本吼，伊是讲，恁的心却是色情啊！看，因看你亲像熬作恶，哦，做恶，哦，哦，那像做到伴奏，好声音的人所唱的夜歌，因听你的话也无去行。兄弟姊妹，这段话上帝是对先知以西结讲。迄当时的以色列人，因被掠到巴比伦，生活真艰苦，但是因还阁常常伫自责的中间伫听以西结讲道。只是每一摆若听了后，就若亲像听一场音乐会共款。吼，以西结，你讲甲真好。但是咧，一顿说，佮照因原底的生活伫行。上帝看甲清清楚楚，因的嘴多显出爱情，哇，好棒啊，主啊，主啊！但是因的心却对着财，对着这个钱伫行。兄弟姊妹，因讲主啊，我爱你，但是因的心却是咧想讲，我等下吼，若摕到这个薪水吼，我来甲买一只牛，我来买一个我心内所意爱的物件。兄弟姊妹，这段圣经节以西结这个背景是啥呢？以西结伫迄个时代百姓的问题，毋是无要听哦，是因为因听足多，但却是无要去行。因对讲道、对预言，甚至对宗教活动拢真熟啊。但是因的生命无互被真理的道安怎来改变因的生命。好亲像咱即马，咱有真侪人伫主日上礼拜堂做笔记，做咧吼比牧师讲道吼，搁较清清楚楚。但是后礼拜你若甲问吼，讲啊你伫即礼拜的中间吼，你针对上帝遮个真理的话，你有去教写人无？你有去改变无？你有去关心人无？啊，伊会讲吼，我搁想看卖。兄弟姊妹，上帝借着以西结先知咧提醒咱，信徒真正敬拜，无在伫你听了偌济，嘛无在伫你捌偌济上帝真理的话，乃是在伫你是毋是行出上帝真理。所以，甲你边仔兄弟姊妹讲，听道一定爱行道，听道一定爱行道，听真理就爱去行真理，毋是行哦，毋是迄个行哦，是行哦，你爱家行出来。所以牧师要用3个重点来跟咱分享。第一个，咱要安怎样伫咱的信徒的生命内底，咱爱共同去实践信仰的目标甲方法要安怎做。第一个，听道就爱带着什么？行的决心啊！你有决心无啦？每一摆咱咧听讲道也好，无论你听 YouTube 也好，你听倒节目只讲道也好，你有去听到？到底你有想要去行的决心无啦？吼，也是讲你只有听了讲，你讲了袂歹。兄弟姊妹，雅各书第1章20，咱做伙来读吼，咱做伙用华语来读。只是你们要行道，不要单单听道，自己
虚谎自己。注意哦，这是家己咧欺骗家己哦。雅各是耶稣的兄弟啊，伊伫耶路撒冷的教会牧养做这的信徒，但是迄当时的犹太信徒，因对信仰真热心，聚会真勤快，吼、教会聚会时间到啊，圣殿聚会时间到，因就赶紧去。圣经嘛真熟，但是生活却无改变。所以雅各伊特别提醒，信心若无行为，伫这17节，你若手边有圣经，17节内面讲，信心若无行为是死的。所以兄弟姊妹，雅各伊毋是反对主的稳定，乃是讲真正的信心一定得爱带来行动。所以雅各伊爱信徒明白，听道只不过是生命的开始啊。行道，行出这个道理，行出这个真理，才是真实信仰的记号啊。所以牧师一直咧鼓励咱，咱若听主的道理，领受福音，咱爱常常去思考。我们要去想，到底神的话语怎么在帮助我，让我的生命得着改变？我的生命要怎么样活出耶稣基督的样式？所以兄弟姊妹，咱若常常咧欺骗家己，咱就亚做。我捌这个真理，我就会代表我活出这个真理，敢真正有影？我搁讲一遍哦，你捌这个真理，敢真正代表你活出这个真理？无拄拄呢。咱的生命爱常常保持一粒谦卑的心、顺服的心，爱时常提醒咱家己。所以有真侪时阵，咱知影要疼人，无代表你会去疼人，对无？我搁讲一遍哦，你知影爱疼人，但是无代表你会疼人，对吧？好，你知影爱去赦免人，但是无代表你会真正去赦免伊哦。伫你心肝底，你会讲，我还是莫插伊较好。兄弟姊妹，信仰毋是一个知识的比赛，信仰代表的是一个生命实际行动。所以牧师常常咧鼓励咱常常爱看彼此，有无？你甲你边的人看一下，你就咱马上看出你的生命。你敢要去甲看无？你会想讲要去甲伊看无？你会想要看人无啦？啊是你真正你会惊啦？讲我做了无够，我做了无够呀！是安怎我一定爱去甲看？你叫我去甲看，我就去甲看。兄弟姊妹，牧师毋是要爱你听我讲命令你，叫你做啥就做啥，毋是啦。是要爱咱家己本身，就爱真正去看人，看上帝所创造的生命，你本身安怎看到你家己？所以兄弟姊妹，咱若是无真正知影这个真理，要安怎去行出来？咱有当时真正认为我知影，但是我无法度真正去行出来。所以，捌有一个兄弟吼，听到听这个真理话命话了吼，问牧师，伊讲牧师，我听完你的讲道吼。我感觉真感动，然后我就问伊讲，我问你吼，请问你感动啥物？伊就讲，你就讲吼安怎，你就讲安怎样。但是我无听到伊讲，伊想要安怎来改变？了解我的意思无？我听老师你讲啥，但是伊做作业写答案，伊写不出来。所以兄弟姊妹。这个兄弟，我甲伊问讲，你有啥物改变无？上帝互你的改变体会是啥？伊讲，改变哦。我只有感动就好，我足感动的啊。但是我就知影，伊的生命伊无真正的行动。感动若无有行动，哪亲像咧食啥？哪亲像咱人咧食泡泡糖吼，迄树泥糖啊吼。咱食树泥糖啊，食会安怎？一开始要食好食无？足好食。一开始煲起来拢做气味，最后就安怎？无味，你感觉会继续食？配讨角啊！所以兄弟姊妹，真理敢真正是安尼？敢真正安尼？互你食的，感觉好，但是你行袂出来，你做袂出来，迄真理哪对你来讲哪像迄树泥糖啊？所以兄弟姊妹，我认为咱今仔日听到有时感觉真容易。亲像咱感觉讲，哇，这我想要安怎去做笔记？阿免真大声，
哦，这信仰哦，咱唔单是去到教会哦，啥物特别大声哦，特别热情嘛，敢毋是？这种真好。但是雅各今仔甲咱讲，这是家己咧欺骗家己啊。所以兄弟姊妹，我认为信仰毋是啥，毋是听了就满分啊。信仰是啥？爱挖出来才是通过考试啊。所以兄弟姊妹，伫咱的生命中间，听到爱带有真正有想要去行啦。所以兄弟姊妹，第一项最要紧的，行的决心啦。甲你边兄弟甲伊鼓励哦，讲你听主的道，你得爱有行的决心哦。来，听主的道，得爱有行的决心哦。所以牧师做鼓励咱教会真正爱较侪读经的活动，较侪读经的群体，较侪读经的，咱伫群体中间伫彼此分享。你听这个道吼，你听这个上帝话。你感觉上帝话带互你什么生命的见证甲毋茫？这物件确实真正互咱的生命对上帝话真正去甲伊挖出来。所以我昨吼咱伫即个拜六早起的即个门徒训练，牧师嘛鼓励咱，真正我拢是下早即个即摆10点到10点半是即个主日学老师的训练的课程，10点半到11点半是咱看即个信仰的门徒造就训练课程。昨吼有一个姊妹老师伊嘛继续加入阮即个团体。后来阮讲着讲，我即摆咧想讲，带在东港吼信徒做伙来学习这门徒训练，但是若无真正去行嘛，真无彩。后来阮就想讲，后礼拜开始吼，阮就要将咱教会这更新，牧师拢咧观察，咱这更新吼，拢一直放伫遐，拢无人客，吼。有可能逐个人，咱兄弟可能拢看，佮家放倒去啦。我咧想讲，这更新拢放的，也无去分享互需要的人，真无彩。所以我想讲，阮即摆邀请这拜六这门徒训练的兄弟，阮伫煞了，阮后礼拜要开始利用一寡时间，阮分两个人一组，然后做伙去分。后来有一个姊妹甲我讲，牧师，你这内底吼，咱这更新后壁有一个空白所在，迄空白所在就来看咱教会因啊，来有联络的方式。安尼人若收到了，人会知影讲，若有感动，伊想讲要来找教会，要安怎联络？所以伫迄中间，我较知影原来更新有即个空白的所在，会当做即个动作。所以兄弟姊妹，我感觉咱爱有行的决心的时阵，上帝赏赐足侪人会甲咱提醒一寡方法、新的知识，嘛互咱知影要安怎来做。所以牧师鼓励咱真正爱学习，有一个想要去行的决心啦，吼。第二项，行道就爱安怎？爱对这个小处啦，对这个上智微水的所在开始做起啦，我感觉听到真侪人听到行道要行这个道要挖出来，容不容易？跟你旁边的弟兄姐妹说，不要有压力，不要有压力。什么叫做不要有压力？就是要从小处、小事上做起啊。要安怎对这个小事上做起？圣经内底路加福音书16章13，来，我们一起来读哈。人在最小的事上忠心，在大事上也忠心；在最小的事上不义，在大事上也不义。这是耶稣伊咧譬如一个故事，足有意思。这个故事是咧讲啥？有一个财主，伊的下底面有一个管家咧管理伊的资产，但是有一天有人来甲这个主人讲。主人啊，你这个管家咧浪费主人你的钱啊！后来这个财主就甲伊叫过来，伊讲听讲你管理不善哦，你做了无好势哦，你爱甲你的小爱交出来，我无要去甲你用啊。后来这个管家伊听了讲系啊，我要用石头咯，我要失业啊！伊就安怎？这乌涂骹我嘛无气力啦，要去共分我嘛无迄个面皮呢。后来呢，耶稣咧讲这个故事，讲这个啥？这个讨这主人的钱的这个管家，伊做啥物动作？伊动一个脑筋，赶紧去找遐个欠伊的主人、财主的主人钱的人啊！伊去找这欠伊主人的钱，去甲伊问啥？问讲我甲你讲你欠我的主人欠偌济？
伊甲伊讲啊，就100桶油啦。后来伊就讲安尼好，安尼你只要还50就好啊。伊家己大煮大，伊讲啊，你还50就好。后来伊去问另外一个讲啊，你欠偌济？伊讲吼，我欠即个石麦子吼，石麦啊吼，啊我欠100。伊讲安尼好，安尼你欠你换成80就好啊。兄弟姊妹，结果遮个人拢真感谢即个不义的即个管家啦。兄弟姊妹，即个管家想讲吼，等我若去用石头咯吼，遮个人会安怎？会收留我啦。所以兄弟姊妹，真神奇哦！耶稣伊咧讲即个故事，讲即个财主，即个主人，伊竟然安怎？是甲伊讹了，还是甲伊随甲赶出？无啦，即个主人是甲伊讹了呢，甲伊讹了啥？伊讲即个不义的管家吼，做代志真聪明啊！你会感觉讲即个故事真有意思？即个故事咧讲啥物？耶稣伊毋是咧称赞即个不义的即个管家哦，毋是咧称赞即个管家的不义的代志哦，伊无好好管钱这样代志哦，毋是哦，伊是咧讲，连伊拢会为着未来咧拍算，连即个不义的即个管家拢会为着未来咧拍算。但是耶稣最后伊讲一个最关键的话，伊讲啥？伊讲世间上的人应该着爱应付，应该安怎？应该应付今世，就是世间上的代志，比啥？爱拢比这光明之子更较聪明。咱敢是光明之子？咱是呢，但是咱咧听主的道理吼，拢无要去行真理呢。吼，咱无要去行呢。咱比遐外口无来做礼拜的人，佮较安怎？佮较无好哦。耶稣伊咧譬如即个话哦，世间人要佮为着世间伊伫活地年日，佮认真咧拍拼。但是咱听主的真理的人，咱无咧行。所以兄弟姊妹，换一句话讲，即个不义的管家拢知影咧备办将来的生活。安尼信主的人，敢是讲应该个爱安怎？我们信主的人，难道不应该要懂得为了永恒的国度来预备吗？所以兄弟姊妹，我唔知你咧备办什么。我不知道你来到教会侍奉神是为了什么。但有一件事情，牧师要提醒各位：那个不义的管家，虽然他做人不完全正派。但他有一个我们常常缺少的优点，就是他懂得知道为将来预备。伊知影我今日所选择的，会影响到啥？会影响到我明仔载的处境。这个不义的管家，伊的选择，伊知影会影响到伊明仔载的处境。安尼咱的耶稣讲啥？世间的人要搁知影为着未来拍算，但是信主的人，咱敢毋是着应该爱为着永远我的国度，咱的生命的道路，咱着爱准备啊。所以兄弟姊妹，我认为伫咱的生命中间，咱有真侪基督徒毋是无想要信，乃是只有听，但是咱做袂到。求主怜悯咱。咱爱清楚知影上帝代志是啥物，咱听着爱饶赦，但是咱的心来讲，主啊，我明白啦，但是伊真正太可恶。兄弟姊妹，咱听着爱奉献，但是咱佫会讲，主啊，这个月开销我较晏啦，吼，下一次再来。咱听讲爱传福音，但是咱佫会甲牧师讲，牧师，我比较内向。下一次我比较有感动的时候再说啦。兄弟姊妹，我认为无要行道的信仰，那亲像在知影讲，咱爱备办，却什么拢无做的管家。咱有一天，咱最后拢是爱搞笑的。这个我讲的这个故事，伊最后敢是嘛是石头路，嘛是啊。
那真正按照故事的前后文，他是要交账的，但是他已经想到，如果我是要洗掉这个工课的话，我要赶快为我未来打算。所以咱敢有要为着咱的生命好好啊去明白。我听主的道，我知影上帝的真理，但是我伫行道的顶面，我敢有真正去带出要安怎互感受到这个福音的水甲奥妙？你若听道无去行，就好亲像咱将厝起，咱有足侪计划。大桥教会建堂有计划无？有计划无？咱的计划要做啥？换一个更较水的吗？换一个更较舒适的吗？是，毋是啦。较重要是啥？做工更较方便的啦。啊，要做啥物工？做啥物工？做上帝的工啊，做传福音的工作啊，爱互人会讲体会到、感受到主的疼。啊，要安怎做？甲你边仔兄弟讲，咱做伙用主的疼来做，用主的疼来做。兄弟姊妹，上帝国毋是互咱摕着圣经讲我知影，乃是讲我每一日活出讲主啊，我愿意照你的话、照你的真理去行、去实践。所以信主的人若无行道，好亲像伊知影天堂的方向，但是伊却一直无安怎行伫要上天堂的道路。所以兄弟姊妹，听道是要互咱看见天国的地图要安怎行，但是行道是要真正咱踏入伫这条行入天堂的道路。所以兄弟姊妹，伫咱的生命中间，第三项无需要邀请咱做伙来明白这项代志。行道毋拿着爱有决心，爱对细项事开始做起。第三项行道就爱需要圣神的帮助。兄弟姊妹，行道真正无容易，因为咱伫本性，咱就是介意听，较袂爱做啦。这是足正常的。囡仔嘛是安尼嘛。老师甲你讲，来听懂了没？学生就会说懂，要回去要练习哦，知道。但是考试出来就知道了，干不呢？所以大家拢像这个就读的学生一样，喜欢听不喜欢做，这是正常的。但是保罗伊伫罗马书第7章，我邀请咱做伙来看第7章18节。保罗捌讲过一句话，伊讲：立志为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保罗伊咧写罗马书的时阵，是伫第3摆宣教的旅程的尾声。伊伫迄当时的教会内底有2种的信徒，这2种的信徒是啥物呢？这2种的信徒就是第一种犹太信徒，因足知影啥物叫律法要安怎做，因认为只要遵照这律法，那像咱伫教会内底服侍要安怎做，咱拢知影要安怎做，要安怎做，要安怎做，就会当得到主的欢喜。另外一种人呢，另外一种人叫外邦人。外邦人因想要安怎？因知影讲，我信主了后，脱离这个偶像，我莫去拜偶像。但是因要安怎？因还阁是放纵的生活甲习惯的行。所以这2种人，因伫因的生命内底，犹太人因本身有上帝律法，有摩西的教导，有历史上上帝的约，因知影什么是对，因嘛清楚上帝心意是啥。但是问题是，因知影行袂出来。外邦人呢，因是安怎？因无有上帝律法甲稳定，因只不过靠家己人性甲理性的中间的挣扎，结果甲犹太人同款，知影有对甲歹，但是因还无法度通脱离迄个罪的关系。所以兄弟姊妹，我感觉伫咱的生命中间，保罗伊特别伫第7章的内底讲出一个咱每一个人内心的话：立志为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这毋是一个信心无够的表现的问题，乃是保罗伊看清楚咱人本性的内底的事实啊。你若干要靠家己的意志力，你无法度通赢过罪困难。所以兄弟姊妹，既然咱无法度通赢过罪困难，咱就爱安怎做？爱靠啥？爱靠圣神啊！
所以兄弟姊妹，咱需要伫基督的内底挖靠圣神的开力。有一摆我探访一个长辈吼，伊当啊信主，我过去即个长辈吼，伊当啊信主3个外月。我甲伊问讲即个兄弟，你最近你的灵修生活安怎？伊笑笑讲，牧师，我每一工我拢有读经哦，但是我足紧就袂记得啦。结果我来讲袂要紧啦，就算你袂记得圣经节，上帝话嘛会伫你的心内底安怎发酵，因为伊有看过嘛，伊知影嘛。结果几个月了后，伊真正改变，伊豆豆开始对会骂孙会甲伊的孙仔关系无好，伊开始带伊的孙做伙祈祷，伊开始去想讲伊的话，上帝话语要安怎帮助伊，伊去体会出原来圣神的气力就是遐尼大，当伊愿意想要去做的事。所以兄弟姊妹，圣神感动人的气力，是互听道变做行道的气力，是超越过咱的想象。所以听道若无行道，真正亲像马太福音书耶稣所讲咱听主的话若去行，好亲像一个聪明的人，将这个厝起伫石盘顶，雨淋、水冲、风吹，弄到的这撞着，弄到这个厝敢会倒？袂倒啦。根基就是伫这石盘顶。所以兄弟姊妹，咱的人生咧面对侪风波、侪重担，有侪咱无法度通面对的事。无论你的身体，无论你的家庭、你的经济，若是只有听无去行，有真侪时阵，咱拢是靠家己在面对这个事。所以兄弟姊妹，上帝咧问咱讲，上帝咧问咱，毋是咧甲咱讲，到底你听有偌济无？上帝要甲咱讲，乃是你活出偌济伊的话语。求上帝帮助咱，互伊的话语不断来激励咱、提醒咱、帮助咱，嘛互咱常常伫伊的话语的中间带出行道的决心。咱搁复习一遍3个重点要安怎做？你要有，毋是行的决心啦。你有决心了，你要安怎做？对所有小事上做起。咱昨有2位长老去参悟这个黄金台南中会这个黄金10年，牧师会在未来跟大家分享，中会有提出8个敬虔的生活的方法，从家庭里面开始做起。所以伫咱的生命中间，我看见内底有几项，有几项，譬如啥？譬如伫家庭的中间，家庭的制度，做伙祈祷，一个月一单。咱同厝里的人，拢会当有一个足好的关系的建立活动。所以我相信，无论咱伫读经，无论咱伫教会生活，咱拢需要先对咱的家庭开始做起。更里边的兄弟讲，愿上帝话帮助你伫你的家庭中来做起。愿上帝话伫你帮助你伫你的家庭中来做起，行出来的气力。求上帝，互咱有够遐的气力，将上帝真理听入去伫咱的心内，嘛，互咱有坚定的行动力来活出这个真理的希望。咱做伙同心来祈祷。亲爱的主耶稣，感谢你所赏赐互阮真理活命的话，伫圣神的感动的内底，阮着爱谦卑顺服的心来领受这个真理。恳求你帮助阮。毋简单做一个听道的信徒，嘛会当搁较有愿意的心来行主你的道，活出真正真理的信徒。主，阮知，恳求上帝你帮助阮，伫家庭的内底，伫职场的内底，阮伫教会内面，阮拢因为主你真理活命话，需要被更新，成做蒙福的生命。主啊，愿圣神时常来提醒阮。伫每一摆生命在选择的过程，认真来看待，阮主你所赏赐互阮这个丰富的活命的内底，阮需要反省，阮需要警醒的生命，要安怎来做？虽然阮的生命有时有病痛，有软弱，总是愿我靠主上帝你大能的气力，愿通活出你美好的旨意，
愿你享受愿教业的气力，伫每一个心心灵有病痛、软弱的人的身上，恳求你帮助阮，互阮常常瓦靠主你的话语，着行真实，伫阮的生命中来活出经历着主你甲阮三个同在的平安甲快乐。同心伫你的面前献上阮的祈祷，恳求靠耶稣的名，阿免。这是咱做伙来吟回应的诗，618首，咱着信靠上帝，咱做伙起立来吟。咱着信靠上帝，真真向前路的，清清冷冷可主来行，一切人做为强，夜夜咱着不离，光我的日记，上帝在那一切苦难，明明的将帮助，天会定些风浪，有主为咱回路，滚滚天浪有主安排，那为平安主宰，万主相关的力，按你命令执行，就在救主的表现出你平安的经历，难关我论希望，难过经历无双，算有救主天堂的你那灵中的心，主你在万川流，万彩阳高速涌，流进这万年流那酒，那喜不尽的事。请坐，咱做伙同心来奉献。咱做伙起立，做伙来吟奉献的诗。耶奉献，主我愿意，乐意耶奉献，主所欢喜，主听见我的，我愿意献给你，奉献一切所有，多拿我主，阿门。咱做伙来做奉献宣告的祈祷。我相信万物拢是上帝所创造，伊拥有手术甲收回的主权。伫即时，我愿意对你所得到的问题，用感恩甲敬虔的心奉献伫你面前，求主通过我逐摆甘心乐意的奉献，操练我的委身，分别我的性命。我相信奉献是财政丰收的种子，我深信奉献是实践基督的性命。我确信奉献是性命主权的交托。求主按照你的信息甲灵力赐予我，保守你的教会，坚固你的百姓，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来求，阿免。
员徛来做伙来吟上行的诗387首，应当为圣白上帝。应当为圣白上帝，应当宣扬圣心三位一体，在一体，在一体，将来也永远一体，无有无尽。阿门，阿门。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的疼痛，以及圣神的感动的气力，常常甲咱众大家三甲彼得，互咱每一摆伫听道甲愿意行道的中间，来实现上帝的心意甲旨意。愿即时，愿阮每一个人所行，通真做你所感纳，对即时直到永世代无尽。阿门。请坐平倒。咱大家互相请安吼，咱会当来找咨询，吼。